交符黄泉图就在你身上。你且安心，我承诺过不会管你身上的秘密。修仙之人各有自己的奇遇仙缘，即便你身怀黄泉大帝道统，但与华天都定下10年之约，却实属不该。华天都他，华天都也有自己的大仙缘，他曾误闯仙人洞府，得到了上古盘武仙尊的衣钵道统。他修炼盘武大力神通，有无穷的法宝秘籍。现在他即将踏入长生秘境，你想在10年之内胜他，实属妄言。师姐，自我记事起，就食不果腹，备受欺凌。从那时我就知道，尊严要靠自己来争取。后来，承师姐知遇之恩，来到羽化门，可未曾想到，纵是仙门，也难逃弱手强食。历经数次生死劫难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我宁可死在追求力量与尊严的道路上，也不要在沉默中苟活。说得好，修行之路本就是逆天而行。如今天地大劫将至，仙魔大战一触即发，但祸福相依，大危机中必有大机遇。只有向死而生，才能搏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